台南市议会第8次临时会伫3月10号到19来召开，第一天进行开幕典议程。大会主席郭信良也感谢市长黄伟哲带领各局处的首长来列席。会中确定定数委员会审定结果，总共有31案，其中29案是市府所提的电付款案，甲2件市府的专案报告。不过，针对最近交通局所提捷运路网先进的规划，现场嘛有议员提出要求爱做专案报告。不过，市长认为目前并无急迫性，而且随时拢会用的来提出。因此，议长决议伫后厝定期会才过来排定。曾文区早期会有，早期的规划会有，那现在看到的曾文区里面是完全都没有。不知道我们曾文区是不是被漠视了，或者还是未来不会有任何的发展，所以也不用画上去了。建议我们这先前的议员可能要建设无穷，要考虑咱的财政。这4条线做市场会逐档了过60亿买，我保证一定会了的。会做买，保卫者市长一定可能做袂到啦。咱都市人口，但市人口愈来愈少呢，会可能袂啦。我是拜托咱这议员要建议，爱做会到，较来讲。如果按照你黄伟哲市长所讲的，没有这个急迫性的话，那是不是您的意思是代表说，在没有取得议会的确认之前？这个案子不会提交到中央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我们先确认这件事情就好了。对不起，我跟林爱议员报告一下，这个就是未来市政府针对未来20年、30年后的整个台南市的交通提一个草案的规划，而这个规划是随时可以提、随时可以改，所以说没有这个急迫性。那当然，如果议会觉得说未来的交通发展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后，我们的议会现在先有一些想法的话，也欢迎提供意见来，那我们都会综合考量。另外，有关109年台南市总预算第2预备金的审查，其中1笔3000多万，指引劳工局的损害赔偿，因为无看到市府提出听取加求偿，就先来支付，去予定数委员会排除，等待后厝定期会才过来审查。其他则是交付各委员会联席审查。台南新闻联跟张硕维采访报道。